再生水它依照目前的再生水发展条例来讲，它会有一个一定的水质标准的要求。那以我们今天看的永康厂来讲，主要是我们提供就是工业来使用。那工业来使用，以目前像我们这个厂，它就有要求到21项的水质。当时伊要做，阮所在讲个经费遐大。要做起来再生水是，头讲台湾第一做的，我也是足相信。但是问题是讲周边设备，比阮到下手好势。永康再生水未来可以提供1.5万吨的再生水之外，我们在106年的7月份也获行政院核定我们的安平再生水的推动计划。那这个安平再生水推动计划呢，有3.75万吨。那目前由我们水利局，那现在在那个规划跟那个发包施工中。那现在我们预计在明年111年先期，在10月份可以完成初期的1万吨的供水，到113年可以完成全期3.75万吨的一个供水量。那再加上我们的那个仁德水质中心，也未来会供清美公司这边大概有1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所以从那个永康、安平再到仁德这3座污水厂大概可以提供到6.3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河川又短又急，储水不易，经常要面临水情严峻的难题。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兴建永康、安平、仁德再生水厂，推动污水再生利用。可稳定供水到南科，降低产业与民生用水的竞争，来因应岛内的缺水危机。近期已经完工的永康再生水厂是全台首座可稳定供应高科技产业再生水源的公共民生污水处理厂，同时也是一座兼具环保、景观、生态、休憩及教育功能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想，永康再生水厂一方面来看这个进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的严重枯水期，能够提供至少是初级的再生水，能够提供给一般非饮用的民生使用。好，那这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生水厂。那估计现在在试运转期间，一天能够提供2500吨，好，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是一天能够8000吨，好，那这个水质的部分现在还在做调控的动作，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那可以使用一个，甚至可以提供高科技厂，它的一个对水质的要求。那至少现在对于民生非饮用的民生用水，基本上是可以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随着疫情愈来愈稳定控制，但市科技的防疫搁再出招，率先全国伫交通车站引进人工智慧的防疫系统，不但当自动侦测人潮的状况，而且民众若无挂喙安，也可以自动广播来提醒。疫情期间，台南市政府各单位拢无用咧防疫，市府交通局善用科技。结合智慧系统，整合有线电视甲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的团队，引进 AI 智慧防疫系统，透过影像的辨识技术，估算现场掌握的人数，提供及时的人流状况。我们公共运输的防疫非常的重要。那在我们的公车上、市区公车上都有准备酒精、加强消毒，还有实联制，这个都已经有在实施。那为了加强防疫，为了避免任何的破口，我们特别跟国网中心还有这个有线电视的业者来一起合作，开发了这一套科技的防疫系统。那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如果有侦测到有人没有佩戴口罩的话，它会自动的来播音来提醒民众要把口罩戴好。
第二个它可以自动算这个公共场所的人流如果太过拥挤的时候，为了避免群聚，民众也可以上网来查询，来决定要不要前往。第三个，我们市政府透过这个系统，也可以来观察人流的情况。要是接下来可能搭公车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班次上做一个因应的调整。我想这是透过这个科技的系统来减低我们现场基层稽查还有站务人员这个巡查的人力，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系统。目前交通局分别伫新营客运的总站、甲台南火车站前的站牌来架设。台南火车站头前委托台南市上珠青甲三管路有线电视来架设，伫月6月底已经架设完成。上珠青甲三管路有线电视公司总经理许文奎表示，希望未来公司的款品甲硬体会用个投入去较侪市场，共同为智慧防疫来努力。双子星三广有线电视很荣幸参与这个智慧防疫系统的建制那也感谢交通局给我们这个机会为我们台南市政府的防疫尽一份心力。那这个系统呢是由有线电视提供宽频网络以及硬体的建制来和国网中心的影像辨识技术合作。那这个系统呢是以 AI 智慧方式估算人流数以及是否佩戴口罩。那当人流数过高，或者是民众没有佩戴口罩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启大声公来广播提醒，来达到防疫的效果。那这个系统呢，未来我们计划呢会建置在我们服务区里面的一个市场里面让我们用更智慧更自动化来达到防疫的一个作为。该系统除了自动侦测的人流，另外还有人脸的辨识。如果发现民众无挂喙罨，现场佫会及时来报送。当到媒体访问时，因为现场有民众将喙罨来脱落来，现场就马上来广播提醒。发现民众无挂喙罨，请大家提醒身边的朋友，爱随时挂好喙罨。目前这套全国首创的 AI 智慧防疫系统，拢是装伫个半开放式，或者是站务人员较欠缺的所在。未来交通局除了依照侦测的人流，提醒民众避免群聚，另外嘛依照人流来作为公车班次的调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虽然有政务委员通访开发疫苗预约注射系统，不过主要是开放全国第9类甲第10类的对象来登记。虽然市府家己嘛研发会当登记运用的赖官方账号，据了解，目前已经超过22000人加入好友来预约登记，而且市长强调该系统并未甲中央冲突。配合8号到10号开放65岁到69岁政府下资格民众来注射，但市开设台南注疫苗来官方账号，方便民众来预约登记。超前部署因应未来疫苗陆续入来，要大量注射的需求，操作方便，亲像订餐登记免烦恼。目前加入好友的人数已经超过22000人，成为全属于台南市的好工具。我们觉得，我们昨天下午3点开始这个开放，那到现在为止大概12个多钟头，16个钟头就已经有2000位完成这个预约完成登记的挂号登记的程序了。所以说，可见市民朋友们反应是非常好，因为单单一个大型施打站就已经2000人了。那所以说，我相信乐观估计，大概今天下午下班前，这个就应该超过1半以上就能够完成登记了。那目前为止，市民加入会员的这个部分大概有超过2万人，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未来加入的市民越来越多，而且这套系统，台南市政府的台南打疫苗的这套系统，将来也可以用来做其他的部分，甚至包括登记演唱会的票，或者包括这个其他的部分，我们这个系统是可以让台南市民将来在登记或是预约市府的各项服务的时候，也许可以更方便，不只是用在疫苗施打而已。
就表示，这套系统的好处就是符合这些网络族群的使用习惯，主要是针对人口密度较悬的都会区。如果无符合该提出的注册资格，或是登记页满时，系统就无法度再登记。换一句话讲，完成预约登记就一定做会到，免烦恼搁来排队。但是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因为疫苗无够，所以各界拢咧争取特别优先施打的对象。其中护理科系实习学生因为较大耽无疫苗，所以无法度前往医疗院所实习，引发家长不满。所以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嘛积极替学生来签名。中华医术科技大学表示，暑假是学生实习的旺季。护理系等医术类学生为7月开始，将陆续安排前往各医疗院所实习。顾及到学生伫第一线从事医疗服务的感染风险，学校向中央争取将医术类实习学生列为疫苗优先接种的对象，得到卫福部限时比照为第一类公费接种对象。由学校将实习学生的名单交由实习医疗院所提供予地方卫生机关，尽速安排疫苗接种。但唔知影敢是因为疫苗不足，卫生局先以区域驾校病院的实习学生为优先对象。其他伫非区域驾校病院诊所等200位实习学生，无伫咧接种名单内。对此，校方特别拜托中央以及地方帮忙。本校有近300位护理系的同学，从7月1号起，陆续分批到各个医疗院所实习，有些在区域教学医院，有些在地区的卫生基层医疗院所做实习。但截至目前为止，约有200位的同学尚未完成施打疫苗。以致部分的同学没有办法如期到第一线的医疗院所去做实习。就我们所知，邻近的高雄市已经为他们辖内的所有医事医护的同学完成疫苗的注射，所以我们在此恳请中央以及台南市政府尽速为这些护理系实习第一线的同学来施打疫苗。对着校方为学生的发声，黄伟泰回应：因为他的工作属性还有他的课业实习属性需要优先打的。我们已经反映给卫福部，卫福部也同意到药局、社区药局实习的同学可以照次来打。学生无完成实习，恐惊会影响到毕业，无怪学校、学生甲家长拢着急。市府表示会尽速为辖区内医疗院所的实习学生完成疫苗注射，请大家放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为看见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辛劳，所以上午特别关键2台鼻道管专配系统，加1台呼吸防护具，要予台南新老病院为第一线防护医疗资源加添开力。上午的关键仪式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徐信德牧师加教社委员会干事代表关键。由新老病院院长刘启举加胸腔内科的主任代表接收。今仔日关键这个物件是主要是有先问过新老病院的需要吼。我想总会帮站是讲，伫帮站的第一线这个医护人员，因的上界需要，因为因逐日在接触这个病人真爱注意家己的安全，伫迄个医疗器材较欠缺的时阵。有问因，所以因感觉讲有提出这个需要，总会也是感觉讲买迄个物件，帮站都爱买伫迄个上界需要，对医护人员甲对病人拢上界需要方面，所以阮今仔做担保，希望讲这是第一批啦，希望阁有后续的物件会当提供予医护人员一个较好的器具、较安全的环境，通好继续去服务啊。高流量的氧气鼻导管的话，对新冠肺炎重症的病人的话，其实是帮忙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及早插管，我们现在应该是说智慧型的插管，就是等于说，病人的话，假如说可以透过这高流量的鼻导管，然后让他的氧合比较好，然后痰液比较容易出来，可以避免病人走到插管使用呼吸器的话，那这样子的可以减低它的就是说死亡率，所以这高流量的鼻导管对重症病人的照顾其实是非常重要。那也很感谢总会的话能够
捐赠这高流量的鼻导管的机器给我们使用，真的非常感谢。病院表示，这届受赠的高流量氧气鼻导管的全配系统，加动力式的滤镜呼吸防护具，不但对照顾重症病患氧气治疗帮助真大，而且对医护人员嘛帮助袂少。有总会支持甲关键，不但提升病院救护的量能，同时嘛，互医疗团队更加大的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帮助因为疫情造成严重的血库不足，由台南热血湾台南甲北部的部落客串联所推出的关怀对外美食行动，透过刘德清的号召，无到一天就20间店家提供超过2000份的美食，所以欢迎民众7月8日踊跃响应关怀，也有好料通食。来到响应关怀，要请食好料的苹果店，虽然家己5月因为疫情也少出没到2成，6月才慢慢恢复到5、6成。不过，由原专业协停这摆由热血湾台南的部落客甲北部所串联的公益行动，希望提升血库的存量，同时帮助台南各农。这次刚好是响应说台湾热血活动的部落客，他有举办这次热血的活动。那加上我们现在血库都大量的缺血，所以我们想说刚好用我们能力所及的部分，就提供我们的餐点去响应一些回应社会这样子，那回馈大家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状况可以就是尽量帮助社会这样子。参照苹果店的热心，由刘德清个人脸书所号召的关怀行动，无到一天，达到20间店提供超过2000份的美食，打算伫7、8月期间达到2000地转会。血库啊，其实从4月开始就开始在捐血，在缺血。那其实大家一直都有来号召，但是我们想说，就是透过我们部落客的力量，我们从台北的那个爆肝护士开始号召。然后我们台南就是一起发起这个捐血的活动，对，那我们这次就是以捐血的你很帅这个来为主题，对，就是主要是想要让更多年轻人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对，那这次活动开始从礼拜1开始到现在，那已经捐出了大概快1000袋，那我们这次其实总目标是2000呐，所以我们这次是从7月5号、7月9号，然后8月还有一场，对，然后这个次总共有21家店一起参加这样。根据关怀中心观察，这阵啊5成以上拢是第一摆关怀者来看台南美食的吸引力，加捐血你很帅 slogan 已经发挥效果。这次我们的兑换券是以扑克牌的那个概念去做，以捐血的你很帅，然后 S 是代表就是捐血人跟我们赞助的店家，对，都是一起帮 No.1 的，对，然后后面就会有我们的各个店家的领取资讯，然后只要领250，捐250就可以领1份，500就2份的店家，那我们是随机发送，对。记者伫采访过程，有关怀民众来对外澎湃酸仔饼，认为真正一举两得。这一次的活动就是捐完血之后，就是可以看到有21家的台南美食的产品可以选，然后我有看到伴手礼，然后下到米糕，然后还有一些便当，包括冰品都可以做选择，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棒。关怀中心表示，第一梯次对7月5号到9号，第二梯次对8月2号到6号，分别伫永和、中山、小东甲河尾等关怀站。关怀中心嘛表示，已经预约明年寒假，希望搁再来办，用你补血，愿替你补体重。你补血，我们帮你补体重。台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
今年台北山大村原本也烦恼受疫情影响，销路甲计销嘛受到冲击。不过，根据市府表示，到目前为止，外销日本、韩国已经创下历年来新高。日伫内销部分嘛，因为农委会保证收购计销，加上启动加工的机制，产销同款看好。今年酸仔的生产期因为欠缺雨水，所以大粒的较歹种，相对数量嘛较少。不过整体销量却加1成5到2成。根据了解，外销分7个等级，计销对一箱从1000块到几百块不等。原本市府也烦恼因为疫情买气的受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销日本、韩国拢超过去年的量，甚至阁有欠货。我们台南的芒果的产量是全国第一，今年的芒果应该会产量突破9万吨，那会比去年增加一些，大概增加1成5左右到2成。那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外销的这个部分也创新高，到韩国出口到韩国、出口到日本都一直在增加。那内销的部分价格也是平稳，我们有一些中高级的果品已经慢慢造成缺货了。那次级品的话，事实上农委会已经保证收购，所以说次级品的价格事实上是 OK 的，那销量也不会产生浪费的情形。那不管是做果干或加工成芒果的其他制品，事实上都可以。那中高级的芒果的制品，事实上在市场上的价格是维持，甚至于价格还比去年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对于今年的芒果产销是有信心的。根据南营农产文销公司表示，感因公司对5月底就开始处理酸仔外销，到目前为止，用吹色处理销往韩国的大概37万外公斤，销往日本毛25万外公斤，比去年已经增加16万公斤。台南新闻军及何秋邦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